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比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音乐唱舞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什么记录来的，老的什么？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要看红人知。一定吃海产，我要小摇滚，爱你来。入围迄个金奖迄当阵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因为迄个时阵我拄仔咧做工课，电话一直响，你知道这是啥物代志？我记起来，原来是今仔日公布。迄个时阵，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拜托的，先互我甲录音录掉。恁咧组团迄个时阵啊，恁有想着讲要结束的迄一天？对，就是5张唱片，然后就解散，所有的人就啊，那安尼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到底倒一项较重要？天之梦想理想，到底倒一项较重要？自由自在，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这的记忆，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百款，逐工拢有足侪故事伫发生，有的会当写做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。海味61号。我是爱听团的 rap， 今日来到这是高雄我上喜欢的延平区旧屈港。今仔日要来甲咱做伙开讲的是陈平。你哪想讲要约来遮？我是高雄出世的，但是我细汉时阵就搬去台北啊。但是阮过年时阵拢对阮爸爸妈妈会倒来遮，啊找有一寡亲戚住伫咧遮，啊过年时阵来遮踅踅。是哦。系啊。所以讲旧屈港有你囡仔时的记忆对啊。对。遮内底做者物件好买。对啊，这样踅足久诶，做者物件通啊踅。系啊。啊嘛有迄种以前遮边仔高雄港嘛，啊来走船的人啊。啊，伊会贵国啊，炸一寡物件，啊，才袂注意的。系啊，而且即几档敢若都做一寡改变，对啊，是好的改变。对啊，有一寡少年人开的店，还是而家有来开啊。系啊。那边咱来找一个所在，坐一，然后咱就讲。好啊。我放屁的问题要来问。进前啊，咱若要看到你的演出啊，拢是你乐团内底嘛，对无？哎对。是啥物好的机缘，互你想讲，你要家己来做一张专辑安尼？因为我以前开始拢是算乐团为主嘛。对。算乐团的时阵，上大问题嘛，毋是问题啦，重点就是因为你有足侪团员。对。啊，大家意见无共的时阵，你就爱做一寡妥协，爱互相爱讨论啊。所以是有的时阵，你袂当把你的想法完全放伫你的作品。对。所以其实就一直有咧想讲，若是做一张家己的专辑的时阵，会当家己所有想法放伫内底。一开始拍算讲我要做家己的专辑的时阵，我就一开始我决定讲我要唱台语，因为即马大家一般听到的台语歌，已经，我感觉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型啊。讲迄个。乐风拢差不多啊，对，该有的拢应该有啊。对，我就想讲，若是我来做，我想要做一张无人听过的台语歌。真正是无人听过，我听到迄人哇，台语歌嘛是用安尼哦。而且迄个乐风是啥物乐风？是 R&B 哦。你
开始咧决定的时候，我是讲我要做电子舞曲，还是来做一寡 R&B、soul、嘻哈这种的。我迄个时候在竞，我想讲竞一个，大家绝对想袂到。内底有淡薄用阮演家迄种风味，迄种无爱款，因为你的心里需要听见迄种感觉，而且听到尾啊，就是讲吼，这是咱台湾味的歌。像咱讲台语时有迄个调嘛，对。所以你唱的时候，你爱教迄个调，你个调有拍，你才会当互听的人听有讲你咧唱啥物。对。啊，同一时阵你搁爱写迄个旋律的时阵，你搁会当爱好听，我感觉这是很困难。简单一句话，大家开始就已经要甲交代。简单一句话，两人其实嘛只是细份关系。简单一句话，你若轻轻松松放下这一切，哪会遐尼啊？简单一句话。到这为止，永远是剩我一个，剩我一个。厝头到尾，只有短短一秒钟，头壳内底闪过所有的剧情，望着你的面，全世界若暂停，亲像过了几年的光景。我承认，我上该意自作多情。你敢信？亲像啥物代志嘛无发生，简单一句话，简单一句话，简单一句话，你若轻轻松松放下这一切，哪会遐尼啊？简单一句话，到这为止永远是剩我一个，剩我一个。一阵风里里，染着你身躯的香，渐渐无意识会跟伫咧后壁，暗暗提醒家己，伊伫咧迷茫，毋惊一朝莫讲着无人知影，我知影。反正注定完全无可能，看你表情，亲像啥物代志嘛无发生。简单一句话，大家开始就已经要甲交代。简单一句话，两人其实嘛只是细份关系。简单一句话，你若轻轻松松放下这一切，哪会遐尼啊？简单一句话，到这为止永远是剩我一个，剩我一个。对你到目前来讲，完成了这张了后，你要去开始做第二张吗？有即摆有咧计划啊，想要做第二张，可能做电子的，嘛有可能继续做 R&B 的，即摆未决定。哦，想讲会当加一寡较新的物件入去。
我感觉应该是有机会咧。我要反正你用做一个 R&B 加 techno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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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其实专门 bass。对啊，语言只是你唱入去尔。对。所以你背后迄个音乐你要安怎做，其实我感觉是无限制啦。你做一张专辑迄当中，敢有拄到迄种想袂到的意外发生安尼？其实一开始咧写歌要开始录音的时阵，这中间过程其实拢足顺利的。是。一直到我开始要准备要录我唱歌的时阵，我迄部破病啊，破气哦。伊叫做气胸。哦。伊破气呼吸也困难。哦，变个讲你呼吸的时阵会疼。迄个时阵我差不多困差不多有半年。半年哦。嘿啊。其实连讲话都无啥物。对，迄无法度出来。我去迄个医疗器材行做迄个氧气基地，开你做伫个眠床顶诶。你搁做福建搁摕对，一个物件伫遐分。对，还有一个小球啊，你分咧维持咧共款的过。对，一口开，用太阳输诶，一口开啊，竖起来，甲迄个球拢竖起来。后迄个时阵真正是，我感觉就是上困难的一段时间啦。因为其实头前拢足顺利的，已经差不多要到最后的，要拄到这种代志，其实足艰苦的。半年就你会艰苦，你迄当敢有想到讲无法度完成，还是讲？无啦，其实嘛无法度拄到啊。拄到嘛，嘛使去面对嘛。啊，专辑也是安尼甲做了啊。对啦，身体先甲顾好，再用甲代志做好，再用做更较侪好听的歌曲，互大家听。你平常时你做曲写词的时阵，你敢去什么所在互你特别有灵感安尼？写歌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走去海边，去海边买一罐啤酒，坐伫海边，开始写歌安尼。啊无，咱来看海。咱来看海好。嘿啊。骑脚踏车，所来到即马这所在，看一下海，对啊，听一下海音的声，灵感会浮出来。哦。安尼袂歹呢。嘿啊。我想要问哦，阿平，因为毋是干那你啊尔，是个另外一个制作人。你制作这个专辑里当中，看有发生啥物？恁两个人迄种灵感、迄种刺激。其实我甲我另外一位迄个制作人，阮熟悉足久啊。阮细汉时阵20岁，A 乐团咧录专辑时阵，就是找伊伫伊的录音室内底录音的，所以咱熟悉差不多要20年。哦，要20档啊！所以咱两个人其实互相迄个个性拢已经拢做了解啊，真系拢做了解啊。所以这个专辑内底，我会记你敢有2条同款的。我迄条歌内底有2个版本伫迄个专辑内底，迄条歌其实是算主打歌啊，就是简单一句话嘛。我的专辑上主要，上主要第一条，这条歌是算讲我专辑内底所有的歌内底写的第一条歌。第一条歌因为放伤久啊，我搁等去改。因为第一条先写出来了后，你后壁就继续伫写出来。对啊，搁等去听想讲，无来搁改一下啊。然后改2、3个版本啊。结果我。差不多要开始录音的时阵，我搁摕这条歌，搁摕我另外一个制作人听，伊讲，那甲这一摆无共啊。伊讲伊较介意原来迄个版本，我想讲，其实我较介意新的，结果最后讲的讲，无2个拢甲放入去啊。目睭唔敢闭紧，感情的画面若顶播的电视，明明徛伫阮头前，煞看袂清你的面，搁10分钟，已经过了这多年。
搁想哪有啥意义？为何犹原走袂离，嘛无人怪伊？敢讲阮的心肝，你也不知影。你的手纸为何总是一张空？望着你的梦，赞无你的人，望着你的影，听袂到你的声，唱着一条无人听的歌。无人听，拢无人听。想要我去看你笑勇敢也相共，是啥将阮身躯底甲袂顶袂当？念的外头做你行，开来用真话无声，搁多10分钟。已经过了这多年，搁想哪有啥意义？为何犹原走袂离，嘛无人怪伊？哦，原来阮的心肝，你拢不知影。你的手纸永远拢是一张空，望着你的梦，赞无你的人，望着你的影，听袂到你的声，唱着一条无人听的歌。无人听，拢无人听。望着你的梦，赞无你的人，望着你的影，听袂到你的声。你这张专辑，你用你简单一句话来介绍这张专辑，嘿。希望是一张无人做过的台语专辑。哦，这我认同，这证明是安尼。啊，刷落来第二个问题，我知影你有迄个入围迄个金曲奖。伫迄个时阵，你知影入围迄个金曲奖，你当阵你的心情是安怎？因为迄个时阵我拄仔咧做工课，我拄仔录音，拄在录音。啊，迄个时阵拄仔电话一直亮，这是啥物代志？我记起来，原来是今仔日公布。哦，是哦。其实我根本就唔知影。哦。迄个时阵，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拜托的，先互我甲录音录掉。简单一句话，一张专辑内底，你感觉你家己是同介意？讲有搭一条歌是当代表讲这张专辑的迄落精神所在安尼。其实所有的歌我拢足介意的啦。一定安尼讲的嘛，对无？但是若是要拣一条讲，想会当代表我这个人，可能是内底有一条歌叫做50%。50%。50%，伊是其实是咧写降雨几率，其实50%就会落雨啊嘛。50%基本上来讲，我出门我就。你若看到50%，你就走雨伞。走雨伞对啊。这甲我的个性较像啦，因为我咧想代志时，我较会去想迄个歹迄边。啊，我歹迄边，你家己想讲，我要做一寡准备去预防讲这个无好的状况发生。无，我看50%，我可能就袂出门啊。这就较会当代表我的个性啦。是吼。因
因为进前要看到你的表演、甲你的演出啊，我一定甲乐团拢合作伙，才快我都看到你的演出。尾啊，是啥物原因？我要做一场，唔免听恁伫遐其他人伫遐543的专辑出来，啥物原因，互你觉醒？其实我乐团7、8年前就开始安怎讲暂停活动啊。是。嘿，啊，迄个时阵我就开始做一寡无后的物件，所以录音啦、制作啦，就较少咧创作。嘿。啊，但是做了后，拄好，就是拄好有一个时间。迄个时阵我个人较闲啦，较有时间。啊，拄好迄个灵感有出来。嘿，啊，就做落啊，佮拖下来可能就可能就生袂出来啊。拄好迄当戏部嘛出一寡问题，所以嘛袂免讲是有拖着，咱就是坚持要甲做。对。非常多谢你今仔来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50% chance of rain， 100%不差别。50% chance of rain， 我拢唔出门嘛无关系，我靠坚持哪会拢白白。天气有无听甲拢会醒，规工到暗 like copy and paste。看男主角 in my Groundhog Day。Tired of that exactly matching patterns. Nothing's fine, cause I got stacks of problems. Life's a trap, the past just drive me backwards. 50% chance of rain， 100%不差别。50% chance of rain， 我拢唔出门嘛无关系，我靠坚持哪会拢白白。都要了，嘛有天暗地。Bang bang, what's on the next page? 无女主角 in my Groundhog Day. I would rather smash and watch it shatter. Positivity is now my fashion. I hope that no snaps become the ashes. 听人讲。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. The bright side of life. 上好鬼气甲我掠起台。It's so wet outside, but I'm dry inside. 无期待就免惊受伤害。50% chance of rain， 100%不差别。50% chance of rain， 我拢唔出门嘛无关系。今仔我来到这是啥物所在呢？这是台南的成功大学。伫成功大学内底有一区，遐内底有足侪丛的青仔。踮迄个青仔园
伫在地台湾的一个人之乐团伫遮组成。你好，大家人拢知影，恁的团名就是为后壁这张，这张，介大张这张青啊，吼，而来，所以叫青啊帮。这几档落来吼，我捌听过有人对恁的访问，就是讲恁家己这几档的作品，出的歌，啊，还有恁家己的人格，恁三个的人格。对。听讲恁捌讲过，讲恁甲这青啊愈来愈相共。我就想讲，伫咧台湾这青啊，就是你四个拢会看到。对。就是伊青啊，伊的互人印象就是足在地、足亲切的。足亲切。甲阮的人共款安尼。对。啊，其实阮当初或者叫青啊帮，其实是因为阮三个是伫即马遮台南的成功大学熟识的，才有这个名。恁三个人，三个，我想一下吼，小虎队嘛是三个人 ，LA Boys 嘛是三个人 ，MJ116嘛是三个人，是不是因为三个人组团会较清，较会叫人注意，所以你毋得组一团安尼？其实无，无，不是安尼。因为当初阮三个是伫台南的即个成功大学，就是即马遮阮放在遮，是内底有一个社团叫做嘻哈文化研究社。啊，内底有一寡人生老舍嘛，是，一寡人生 DJ， 是，有一寡人生涂鸦，是，啊，落尾迄人来去了后，拄好剩阮三个咧生老舍，啊，阮就组团。就是村的啦，迄时阵嘛，剩阮三个伫遮，迄老舍安尼。所以就其他的人去做别个发展，因为安尼趁大钱。恁三个敢因为安尼会小可后悔啊？是安怎？虽然讲即个做音乐拢是趁这毋正钱，但是阮的心肝内底其实足好呀。是。阮无得到遮侪钱财，但是阮过了足快乐。精神的方面较好个就对啊啦，毋是实质上的好个就安尼啦。对。原来是安尼啊。我怎么脱稿？拄啊，唔是安尼讲。好。那是会使，嘛是想要趁个，那是会使，嘛是用做这道来趁大钱。对啊，安尼上贵啊。是想要心内澎湃啊，落地啊摸摸。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。落地啊，Michael 就对。落地啊，Michael，你捌听过吼？有听过。Michael 是啥物意思？落地啊，足侪钱啊 ，Michael 啊，较早我囡仔是讲落地啊，Michael。哦，这句话 OK 啊，以后要写歌写入去。Michael，迄句爱讲是 rap 讲的，feature 音乐。恁伫组团迄个时阵啊，恁就有想着讲要结束的迄一天。对，就是5张唱片，然后就解散。当然我有听唔到。无，就是5张唱片，然后解散。啊，我拄啊甲你讲 Michael，迄你有。所以讲解散的迄阵，应该是要趁大钱了后解散，所有的人就那安尼，毋是？会安尼。对啊。哦，我知影。爱互人去感觉可笑，安尼。我知影，你这期待讲啥物时阵会转。你这是一款 promotion 的做法。对。哦，对，安尼哦。啊，你即马做到第几张啊？第4张啊。即马这本是第4张。第4张。所以最后一张的唱片名就叫做 Michael。反正计划拢无啊。其实拢是为着 Michael 啊。好啦，大家人拢想要 Michael。心声痛苦着忍耐，
想要完成，敢若会当轻声细碎。大汉了，感受到现实的环境，要开花结果，才知咱的金无完整。伫这个家庭，爱待人情分；伫这个国家，世界走做命运；伫这个社会，去互人架空，历史夜梦，过了几日冬。时常感觉暗早拢伫暗时，受冻受晒困眠路面拢伫暗时。双手食无份，感情只得限钱，敢若剩趁钱，想无的暗暝。忍受生活的折磨，到今暗，甲阮的心声，阮的希望，全部寄托伫咧音乐。我要爱的物件拢伫音遐，我的心声，请认真聆听。无人捌听过。第四张专辑，听讲是恁三个共同认为讲是到目前为止上同满意的一张是。无错。这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感谢文化部 K 白补助，赞助，Michael 安尼，啊，我较会当较侪钱，当请阮较专业的朋友来甲阮斗相共，用这种唱片做了较完整，啊，风格较济安尼。是。啊，第二个原因，阮大汉。第二个原因，阮搁是学生的时阵吼，想了袂遐济啦，看了袂遐济，啊，即马出社会啊，看了介济，啊，思考的物件就较济，啊，就会当写较济物件咧。因为这张上开始的时阵，差不多是5年前开始写的。5年前。但是迄当阵就是拄要毕业，啊，搁想要写足济一寡议题啊，是啥物的，啊，先啊会使看到的代志啊，啊想法啊，就是较有限。所以讲后来咱拢出社会去找道路就是了后，就是想法会较济。对。视角嘛是较无共款，角度较完整。角度较完整，对啊。所以咱今晚来到这个厝尾顶是安怎？这就是一般的厝尾顶啊，敢有啥无共？这是阮的开始。这就是当初阮青阿帮就是拢踮伫遮，咱做伙组团的上开始的迄个所在。是啊。这个小空间内底，阮进前做做 MV 拢伫内底翕。阮以前搁伫遮的时阵，即阵这面是完整的。面是完整。这副是完整的。哦，这是我写的 I hate the world。emo kid。阮当阵拢是囡仔屁啊，常常去课拢遮上啊，生的舞啊，就去食宵夜安尼。关于恁这个第4张专辑，内底内容有讨论到一寡关于甲文化，还佫一寡族群的一寡议题上，是安怎恁会甲这个物件甲写入内底？这张唱片算讲是阮三个写互台湾制作报道的故事。因为一开始第一条歌，我的心声开始，就开始讲阮这个时阵的少年啊，拄到台湾遮的社会啊，社会一寡问题，佮有家庭的无同世代的一寡观念无共，然后一寡冤家啊，意见无合安尼一寡故事。恁写出来歌，我听毋是共错，真正是讨论的。而且恁佫会去找较早一寡老歌的其他的，你会去找一集。啊，来个放喺内底啊！这是 sampling， sampling， 对啊。嘻哈的精神安尼。嘻哈的精神 sampling 嘛。
其实较早的嘻哈拢是安尼做的，拢是去 sample 老歌，啊甲整一段出来，啊甲重新甲拼贴安尼。哦，而且恁自头首甲同尾首，我听起来风格拢无共款。对。迄无共是，其实是主要是因为迄台湾有的较早的老歌的风格拢差真多。所以算讲恁就是根据迄个取样来去决定讲恁可能要安怎写是吧？对。哦。因嘛保庇，草埔路上臭天星啊，冷水溪路像坐梯啊，六角顶来小喘气啊。我的委屈，我的怨气，代志到这个万世，所有的人情世事早就拢看破。我不敢，我为什么搁伫这？即马到底是啥状况？你讲不肯帮我说。我接受汉子囝为着土地出声，追求公平正义，煞无引来吞纳性命。三大政治断过，一秒怎么改变？点啥你欺骗好几暝？我要是会飞，要要讲出会飞，感情你后悔莫怨气。我都理解，一摆搁一摆，夹走阮的财产。奇怪，因来到阮兜了后变成祖产。别人会夹死袂了，想袂到是会晓。各地的人才有资格决定啥物会当头。阮的份啊，阮的苦啊，阮一生的寂寞敢会当到这煞？阮的份啊，阮的苦啊，看袂起的感情敢会当到这煞？要煞的世总有一天的勇气，刣伫树底下头总袂当放袂记。阿爸的亲情摕走阮的身躯，毋是命，阮的是阮活伫这条歌，分票犹原徛伫这。大石放路，大石坡啊，白云山岭，白茫茫啊，白布店一好佚佗活动有够水无？大石放路，大石坡啊，白云山岭，白茫茫啊，白布店一好佚佗啊。我的委屈，我的怨气，代志到这个万世，所有的人情世事早就拢看破。我不敢，目向一天过一天，我袂当将牛马车你带我当个世界过。伫这张唱片内底，其实有一个故事。故事就是阮三个伫咧讨论，想讲，咱会出社会了后，面对遮侪无共的问题，遮侪代志，互咱感觉讲无顺啊，甲原底想的无共。原本想要讲台湾有真多的问题无解决，所以才会互少年人会感觉讲，咱会没地方发展。所以恁的第4张专辑《滚》，这是有意义的嘛？对不？咱一个找咱的根啊，找咱家己的根嘛。对啊，但是讲后来写就感觉讲较少年时阵的想法已经变了，所以就决定讲无咱系列唱片内底。所以后来这3、4条歌，其实是阮想法的转变。想法的转变。咱以前的心情较先完这条歌，后来阮一寡想法较先混这条歌，所以才会分做2条。哦。因为就是讲创作上已经系列内底啊，系列唱片内底啊，所以咱
甲迄较蒙歌啥物的，一寡文化甲音乐，放伫咧咱的专辑内底。专辑内底，迄歌词够细，你知哦？对哦，这张唱片有2万外字哦。2万外字哦。混我家己听起来是感觉那种是甲家己讲话。对，家己心内甲家己讲。怨就是可能是讲，因为可能是一开始就讲对这个环境的不满。不理解啊！对。我听起来是感觉是安尼。是，其实阮咧创作嘛是安尼想的。恁三个人只能用一句话来讲恁这团。一人一句。嘿，一人一句。啊，我先好啊。我上基本的，情仔的情，帮忙的帮。情仔的情，帮忙的帮。就是阮情仔帮。哦，好。因为有一寡时阵的主持人会讲咧，情仔帮是帮派的帮。阮是帮忙。帮忙的斗相共的。阮做音乐出来是要斗相共，对。互你的健康听到舒适。我有听出来，希望有一天，阮的音乐的事业会使甲这大张的青仔树同款，世界拢看会到，喜欢。然后 Michael，好。我要用购物来讲啊，知性台客啊，佮有 Instagram BANYANGANG。哎呦，顺刷行销，这人就刚巧的，唔免讲刚巧，伊算讲较高去找芳啦，对无？哇，最近是感觉讲想要做一个趣味的组合，趣味啊，互人感觉讲，不管是啥物拢是趣味，但是这趣味内底会使较轻松的接受到咱的，轻松的接受到咱的想法。你拄讲一句话，讲几啊句啊？阮做啥拢就搞的。好啦。我即马才到是安怎，大家拢咧哭。我的年岁也未老，一世人也搁算无够。看到阿爸阿母阿兄，大家孝甲遮艰苦，红头发丝都徛伫遐，希望家属莫搁烦恼红衣仔。手迄支是啥？敢是免予我的遮大光边仔小大囡仔穿甲水当当？咱来报道水，互咱摆送礼，看望到老咧，想要等爱倒抛夹落管像红伊倒地。现钱来，小纸来，小钱现纸买落来。现钱来，小纸来，小钱现纸买落来。亲情友情爱情，到底倒一项较重要？经济梦想理想，到底倒一项较重要？影响权的努力，到底倒一项较重要？我分你，到底啥物叫最重要？我的梦想在边，看到爸爸妈妈阿姊哈，不甘愿我的人生啊，就到这为止。黑黑的双手捧着两管钱的嘴，甲顶袂翻涌倒着拜正五爷新兵啊！你甲吹落，倒在讲啊，你甲无人开讲煞本，观音来事我检查你，予我伫来甲顶来 QK 啊！无来走，还佫保持相过当抓天狗，也无友好是大，哪有可能互因来好？行你就行过路。也无连工才来找你咯，往事写来爱怨声，就无干今嘛要来行，望云溪水坐悠悠，目睭洗了要来流，乌土路上乌昏昏，往村啊歹势过灵魂，把你山坡路接人世间，一只花落水破我的嘴。各位是啥物面色？红头发丝面翻青，阿母你嘛无伙食，心光转来世间，阮总算反转世事，煞当作欺神骗鬼，感情是无人相认，咱拢捌互人欺负，听因讲因的历史，袂当讲咱的语言传是着倒数的故事，万刀嘴偌济缘分，敢放会线毋过我知影，我嘛知影你也是失眠的受害者。其实咱无遐无共，拢期待稳定
的生活。答案要困得进前，希望明仔载嘛更同款的命。身躯满伤痕，是8年来对家己的生分，请你莫用去看，敢是看太我的身份。花园市内的花味仔香，无人去的花丛，犹原搁行着咱的梦。头前的路都有我无共，揭开无所在藏，莫北远找拢找无人共。是安怎我会感觉阿早无人会了解我，敢是因为我想袂伫这，若安尼只嘛伫这破破接受我的运命，是一个无完整的人。是安怎我会感觉阿早无人会了解我，敢是因为我想袂伫这，若安尼只嘛伫这破破接受我的运命，是一个无完整的人。来，风灯一点东风甲伊木，子孙代代受福禄。2点南方拼灯火，子孙代代发家伙。3点西方加薪金，子孙代代富万金。4点北方饮贵水，子孙代代大富贵。5点中央博吉土，子孙代代受冤如平祖。郑平甲青仔帮听到因的专辑了后，你会去想一寡代志，尤其是郑平，伊的歌声真正是足轻柔的，样过伊就是甲你牵调调，应该藏在水内底，好甲你牵起来，浮过来迄个时阵，你会感觉讲淡薄仔醒过来安尼，听了后你的心情会有另外一个出路安尼。啊，青仔帮就真正足趣味的。哪听，你会发现愈来愈侪无同款的所在，你会发觉因的歌词内底伫写啥，有一个觉醒的元素伫内底。